近日港交所高調出手，批評好多新股嘅招股書充斥住大量營銷術語，用詞非常浮誇，甚至連最頭嗰5頁都係用嚟幫公司打廣告，完全冇認真介紹自己嘅業務，令到審批進度被嚴重拖慢。究竟呢啲公司同保薦人係點樣出盡奇招嚟轉新監管規則嘅空子，將一份嚴肅嘅財務報告變成自吹自擂嘅宣傳單張？身為投資者嘅我哋又應該點樣睇清真相呢？今日我哋就同大家一齊拆解成件事嘅來龍去脈同真相。歡迎大家嚟到渾水財經頻道。開始之前記得先點讚、訂閱同埋撳埋小鈴鐺。講起抽新股，大家第一時間會睇啲咩呢？好多時大家可能只係睇市場氣氛，或者睇邊間投行做保薦人。但對於一間上市公司嚟講，最核心嘅法律同財務文件肯定就係本招股書。以往香港嘅招股書一向好似電話簿咁厚，喐啲就600-700頁，甚至上千頁。主要原因就係背後班投行同律師為咗避開法律責任，將所有風險因素同密密麻麻嘅數據全部塞晒入去。結果一般散戶根本讀唔完，成份招股書變成咗一件純粹應付監管機構嘅法定擋箭牌。見到呢種資訊泛濫厚到冇人讀嘅情況，香港證監會喺今年1月底正式發出通函，指出過去上市文件嘅擬備工作存在嚴重缺失。為咗等投資者更易掌握核心資訊，證監會提出咗新指引，建議主體招股書嘅頁數上限設定為300頁。監管機構嘅出發點係想逼申請上市嘅公司精簡結構，唔好再講廢話。要將篇幅留俾真正重要嘅關鍵披露，突出公司嘅核心價值同潛在風險。不過正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喺香港呢個靈活嘅金融市場，辦投行精英同專業律師最叻就係轉空子。當證監會定死咗300頁上限之後，大家以為招股書就會變得好紮實咩？結果啱啱相反。港交所最近發現，好多新股申請人雖然字面上符合咗不超過300頁嘅要求，但內容質素就出現嚴重倒退。佢哋唔係去諗點樣精準交代業務，反而係將有限嘅篇幅大量用嚟寫營銷術語，甚至直接喺入面打廣告，搞到成份招股書用詞極度浮誇。針對呢個現象，港交所董事總經理兼首次公開招股審查聯席主管劉穎最近接受訪問時，直接揭開咗呢個市場亂象。劉穎透露，近期港交所收到嘅上市申請入面，有啲個案真係令人大開眼界。例如有公司喺提交嘅招股書草擬本入面，由第1頁開始一路到第5頁，整整5頁紙居然全部都係用嚟為自己公司打廣告做宣傳。呢5頁紙入面充滿花花綠綠嘅設計同宣傳口號，但就偏偏冇一粒字係用嚟實在喺介紹公司嘅具體業務同運作模式。當審批人員打開一份法定上市文件，諗住研究商業邏輯，結果一開頭就要先睇5頁宣傳海報，呢種做法真係令人啼笑皆非。劉穎提醒呢啲申請人，咁樣做完全係聰明反被聰明誤。招股書唔係宣傳單張，喺最頭幾頁塞滿空洞嘅營銷說話，對審批毫無幫助，反而會直接拖慢港交所嘅上市審核速度。因為審查人員要喺堆花言巧語同宣傳口號入面，好似大海撈針咁去揾翻真正嘅業務實質、財務數據同埋監管合規資料。你越係想用包裝嚟遮掩，監管機構就要用越多嘅時間去問你問題，結果成個上市進度反而被自己拖慢晒。除咗將招股書當成廣告雜誌，港交所仲踢爆咗另一個壞習慣，就係喺極度狹窄或者由自己定義嘅細分市場入面自封為行業第一。喺資本市場講故事，第一呢個名銜非常值錢，估值可以叫高幾成。但問題係邊有咁多公司可以真正做到全國第一呢？好多嚟申請上市嘅中小型企業喺大市場入面根本排唔上號。於是佢哋就同背後嘅第三方行業調查機構一齊諗計，喺市場定義上面玩文字遊戲。
佢哋會利用極之狹窄嘅地理範圍或者細碎嘅產品分類嚟做數據基礎。舉個例子，一間賣飲品嘅公司，明明喺全中國甚至省內嘅市佔率都低到微不足道，佢哋就會將市場重新定義為喺某一個特定城市嘅某一個行政區入面，專門向某個年齡層售賣特定口味、無糖低卡嘅青瓜味氣泡茶。經過呢幾層量身訂造嘅篩選條件之後，佢哋就可以喺招股書入面用大字標題寫住：根據第三方報告，我哋公司喺呢個細分市場入面市佔率高達8%，擁有絕對嘅領先地位。港交所對於呢種做法感到非常不滿，佢哋明確指出，如果呢啲行業界定同排位嘅統計依據唔清晰，樣本範圍窄到唔切實際，或者申請人冇向投資者說明到底係點樣去界定嘅話，其實已經有好大機會構成資訊誤導，會令普通投資者產生錯誤嘅預期。所以港交所特別提醒所有申請人同負責把關嘅保薦人喺處理呢啲措辭，特別係引用第三方行業報告數據時，務必要採取極度審慎嘅態度，唔可以再好似以前咁隨便亂咁吹水。背後其實反映出一個好現實嘅市場心理。喺過去一段時間，全球經濟環境充滿挑戰，香港新股市場面對不少集資壓力，好多公司同保薦人會覺得，如果淨係寫啲悶蛋嘅財務數字，好難吸引到散戶或者機構投資者入局。於是佢哋就將宣傳功夫直接搬入去嚴肅嘅法律文件，但佢哋忘記咗證監會出台300頁上限嘅規定。核心目的係要推動結構精簡，逼大家突出重點披露。監管機構要嘅係真材實料，而唔係要你將有限嘅篇幅浪費喺空洞甚至帶有誤導成分嘅宣傳字句上面。除咗普通公司，港交所今次仲特別點名提到根據上市規則第18A 章途徑來申請上市嘅生物科技公司。呢個章節允許一啲仲未有盈利，甚至連營業收入都未有嘅生物科技公司嚟香港上市融資，因為呢類公司本質上處於研發階段，最值錢嘅資產係佢哋手頭上研發緊嘅藥物同臨床試驗前景。正正因為佢哋冇傳統財務報表俾投資者參考，所以佢哋嘅招股書理應要更加嚴謹、更加科學同更加透明。但劉穎就踢爆話，港交所在審批呢類生物科技公司嘅申請時，經常遇到好大阻礙。好多公司喺提交上市申請嘅時候，根本未做好準備。對於最核心嘅臨床試驗資料交代得清楚嘅公司少之又少，港交所往往需要花費大量時間，不斷向申請人索取更詳盡嘅數據，包括臨床試驗嘅具體設計、入組標準、安全性指標以及藥物有效性數據等等。好多生科公司往往喺遞表嗰一刻，手頭上嘅臨床數據包根本殘缺不全，連內部科學論證都未做得通。結果就係港交所同申請公司之間要展開漫長嘅問答，往返你推我趕，成個上市時間表被大幅度拖慢。好多原本諗住幾個月搞定上市嘅生科公司，最後搞咗大半年都開唔到波，白白錯失最佳市場窗口。因此，劉穎建議有意通過第18A 章上市嘅企業喺申請前期就應該將完整嘅臨床數據包同內部科學論證整理妥當，只有底子做得好，審核效率先可以提升。切忌抱住一種等監管機構問到先至去補件嘅僥倖心理。由港交所今次高調開火，我哋可以睇到整個香港上市監管思維嘅轉變。由以前注重形式合規，變成依家更加注重實質內容同質素。劉穎向整個金融業界提出期望，希望大家喺準備上市全過程中，不論係撰寫招股書定準備上市材料，都一定要做到紮實啲。紮實呢兩個字，要求保薦人唔好再做純粹嘅包裝工人，要求上市公司唔好再玩文字遊戲，而係要真真正正用客觀、準確、誠實嘅態度去展現公司嘅營運現狀。
如果整個中介機構團隊都可以喺初稿階段就完全依照監管機構嘅期望，將所有關鍵資料整理得整整齊齊，完全去除晒呢啲浮誇嘅廣告用詞，咁樣港交所審批起嚟自然就會順暢好多，後續需要大幅度補件同修訂嘅次數減少咗，上市公司本身嘅上市條路自然就會行得更加順利。呢個絕對係一個雙贏嘅局面，而唔係好似依家咁，大家喺份草擬本入面鬥智鬥勇，結果反而一齊受害。我哋再將目光放大少少，睇睇目前香港交易所整體嘅大環境。事實上，今年以來香港新股市場嘅表現相當唔錯，勢頭良好。根據港交所公佈嘅數據，今年頭5個月入面，香港已經有62隻新股成功上市，整體集資額達到咗1668億港元，同舊年同期相比，足足大幅度增長咗111%。港交所行政總裁陳毅霆之前都表示，現時市場發展勢頭非常之好，外資同唔同渠道嘅資金都正加快湧入亞洲。再加上滬深港通即將納入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同引入大宗交易機制等政策紅利不斷出台，未來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嘅吸引力依然好強大。正正因為市場開始復甦，排隊等待上市嘅企業越來越多，港交所更加有必要喺呢個時候嚴格把關。如果喺市場低迷嘅時候放寬標準去迎合劣質企業，或者由得呢啲充滿營銷浮誇術語嘅招股書過關，當市場熱鬧起嚟時，好容易就會出現一堆貨不對辦嘅垃圾股，最終買單受害嘅依然係投資者。港交所主席唐家成之前亦講過，上市公司嘅質素係整個市場嘅根本，呢一點係絕對唔會放寬嘅。所以今次港交所審查部門出嚟敲響警鐘，長遠嚟睇，其實係喺保護緊香港金融市場嘅金字招牌。對於各位觀眾同埋散戶投資者嚟講，呢件事亦俾咗我哋一個好好嘅啟示。以後我哋研究一間新上市公司時，一定要用批判性嘅眼光。如果見到一間公司用咗大量聽落好宏大嘅字眼，我哋就要留多個心眼，要去追問佢定義市佔率嘅基礎到底係乜嘢。睇新股最緊要回歸本質，睇佢嘅營收能力、現金流同核心技術到底有冇真憑實據。如果一間公司連寫份招股書都要靠最頭5頁打廣告嚟充場面，大家心中自然就會有一把尺。只有整個市場嘅參與者都提高要求，逼上市公司做得更加紮實，香港嘅金融生態先可以保持健康，大家投資先可以賺得安心。多謝大家，今集嘅分析就去到呢度。唔知大家對於呢宗港交所炮轟新股招股書太浮誇嘅事件又有啲咩睇法呢？多謝大家支持渾水財經頻道，歡迎喺留言區分享你嘅意見。我哋下次再見。